文化部推出台语家庭佫正受到重视，也毋过今年文化部本地编285万的经费，要来宣传台语家庭的计划，互立法院抬掉。民间团体是真烦恼，讲这对拄啊起步的台语学生来讲影响真大。地方政府爱重视，台语家庭有行去。大声呼吁地方政府最近来推动台语家庭，台语团体召开记者会，指出文化部自旧年实行台语家庭计划，全国无够一半，敢若9月县市政府有提案要送。民团希望文化部爱加强和地方沟通。另外，根据文化部的统计，今年原本有编285万的宣导费，要来宣传台语家庭计划，却全部去互立法院抬掉。台湾台语路协会认为，这对拄起步的台语学生来讲是真大打击，安尼恐惊降低议题突破共运战的机会。即马文化部已经有一个经费也有一个预算啊，但是即个预算放伫遮，甚至讲活动拢办啊，但是来参加的人足少的，安尼就是足无彩的。了事后咧，若是这个立委伊过来甲你批评讲你办即个活动的成效无好啊，哪会遐少人来参加？毋就是因为恁甲即个宣传费甲伊抬掉。亚那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嘛表示，根据因的观察，一台语事工因为在中央无台语专职部会，伫咧地方佮无对口单位，无论是要宣传还是要承办活动，拢有真大困难。因为安尼台语无受到重视，嘛无法度有较全的发展政策。基金会嘛搁再呼吁政府爱成立专职部会，互台语发展通有资源佮专业人才。客家原住民的咧，其实咱会当看着讲，伊是有效果的，甚至咱若投入的资源，甲客家原住民就算是平济就好。其实会比客家原住民的迄个发展效果更较好，是因为一方面是人口的问题，一方面是还阁算有即个7、8成的人，其实是还阁有即个语言能力。另外，针对文化部目前当地做的台语家庭计划，敢若有讲明年要达成4万户的目标。民团是呼吁文化部应当爱长期来看，积极定出逐年的目标，然后一步一步去落实。伊嘛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担推广的责任，安尼才通实现语言平权甲文化永续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